Hello，大家好啊！老人常说“欲技在手，则变天下为有氧”。这句话其实呢，真的还是蛮实用的。虽然红哥的以前呢非常不认同，但是一个人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之后呢，认为有一技在手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时至今日呢，我们也要学一项生存技能啊，否则呢，想要在Web3捞金呢，可能只是纸上谈兵了。那作为普通人，怎么样才能在这个 Web3的获得生存的能力呢？那还没有关注红哥的呢，可以先点赞关注。如果你认同本期视频的观点呢，请在评论区打出666。我们接着往下看。那首先的话呢，第一个交易思维啊，交易呢，我认为呢是我们这一生呢需要具备的一项基本的技能。不管你是理财专家呢，还是投资顾问呢，交易呢应该是一项最基本的一个技能啊。而如果你想要在区块链或者 Web3呢持续的深耕的话呢，而自己又没有这个名校高校的这个出身的背景的话呢，更没有什么其他的优势的话，比如说你这个一部英语能力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这些技能的话呢，或者这个人力资源上的可能也比较有限的话呢，那交易技能可能是你唯一一个能掌握的一项技能了啊。这是唯一一个不靠关系也不靠颜值吃饭的技能，并且的话，如果说你掌握了这项技能的话呢，可能能解决我们每天或者每个月的这个收入来源的问题，或者我们的最关键的一个生活问题、生存问题，它能解决掉啊。如果你的这个交易技能非常非常的厉害的话，或者说对各方面把握的比较准的话呢，比较到位的话呢，那你可能这个直接迈入了这个中产阶级是没问题的，一个月的可能有个大几万的收入是没有问题的啊，最起码的话有个大几千可能是也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长期价值思维。那大多数人呢想要一夜暴富呀，其实并没有的。我知道的很多人来到这个圈子呢，基本上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就是听到某个朋友说我通过这个空投呀，我赚到多少钱。那第二种途径就是我听某个朋友说我通过这个某一个币呀，我赚了多少钱啊？通过这两个途径来到这个圈子。当然还有第三个途径就是搞项目啊，这个很多那些资金盘的项目来到这个圈子。所以说呢其实有没有一夜暴富的这个事情呢红哥告诉你还真的没有啊。所有的财富都需要持续累积的，如果有的话，那一定是个骗局啊。所以说，除了学会交易之外呢，长期的价值思维也需要具备的。任何的行业都需要深耕之后呢，才会拿到结果。那投资呢，也是如此啊。那在Web3，在区块链呢，也是如此。只是说呢，目前的Web3和区块链的机会呢，会相对于比其他的行业费多那么一点点啊，费多那么一点点，而且它的周期的这个啊。更新的比较快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币圈一天这个人间十年的这个称号那就是因为它的变化太快了啊。虽然呢，红哥的话呢在2021年参与的区块链项目呢，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结果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要拉出个2、3年甚至3年以上的这样一个心态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果。那所以说呢，当然长期价值呢，我们也要放在有价值的地方。如果说我们放错了地方，那即便是10年也不一定会有结果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精力放在有价值的地方，我们不能把一些没有结果的事情上投入太多的精力。那巴菲特之所以能被定义为最伟大的交易员呢，是因为他秉承了长期价值投资的思维。那作为我们普通人呢，我们也需要去慢慢的去积累这种思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聚焦的思维。那红哥在之前呢，经常说，不论你是参与区块链的项目的空投呢，还是作为交易呢，聚焦的才能获得最大的回报啊。借这个参与空投的项目来说呢，有的朋友一年参与了上百个项目，有的呢可能一年也就十几个项目，但是结果的话呢，可能是参与的这个十几个项目的收获的肯定是比这个几百个项目的人多啊。因为几百个项目的人的每天都在选择，每天都在寻找，他没有这个时间去思考，没有时间去学习，这个呢肯定是获取不了太多的这个成长了，并且的话呢，这样的话容易产生焦虑感，而且的话人很容易浮躁，人一浮躁就容易静不下心来很容易的有的时候可能会脾气变得暴躁起来。所以呢，聚焦呢才能提高自己的认知。
那影视上呢，只是在 Web3的获得长期生存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技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如果你认为对自己有帮助的话呢，不妨点赞关注，还可以留下自己的足迹，在评论区一起交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